唔知大家早幾個月有冇睇過《Vogue》雜誌嘅 AI 模特兒呢？呢件事件令好多人都開始討論 AI 對廣告製作嘅大影響，批評 AI 模特兒加劇咗不切實際嘅審美標準，並威脅到攝影師同真人模特兒嘅飯碗，引發咗業界對廣告透明度同埋倫理道德嘅巨大爭議。公司想減低開支當然係好正常，而 AI 絕對係其中一個好幫手，但同時喺呢個社交媒體時代，消費者對透明度嘅要求係前所未有咁高，任何刻意隱瞞都會瞬間變成品牌公關災難。所以 AI 喺香港廣告界嘅發展策略唔係取代，而係增強。我哋應該用 AI 去提升效率，但係同時要堅守道德底線，繼續用真實嘅多元化同本地人才去同消費者建立信任。